继续关心我是空总统就职典礼剩10多天，那典礼在唱国歌时，会有 CH-47运输直升机吊大北的国旗飞过总统府。陆军航特部嘛出动阿帕奇直升机、彭斯庆直升机、甲乌鹰直升机，海军嘛头改派出反舰直升机，海军、陆军会做伙合作。代表上强阿帕奇直升机伫头前带领，超过目镜全直升机对伫后壁。520总统就职典礼就伫要到啊！陆军航特部初一进行全兵力演演，甲演过真无共款。即个还有海军主力战机来坐镇，海军3只 S-704反舰直升机押后出场，平常时负责反舰甲搜救的任务。即个头一届加入3翼机队，陆海联手向民众展示国军坚强的战力。地面小队甲时间的招标，用真紧的速度甲国旗挂好，带来 CH-47原地升空，顺利甲18公尺长、12公尺宽的国旗展开。2只乌鹰直升机做护卫机，组成国旗机队。国旗机队甲旋翼机队伫空中汇合，是即届真大重点。每一个机队之间拢要保持200公尺精准的距离，考验飞官驾驶的技术。拢总有12只直升机，会伫大家唱国歌的时阵飞过主席台，互国旗伫空中飘扬。两小队的相对速度仅有10海里，结合的过程当中，每个机型前后距离都必须保持在200公尺的精准距离，这都考验着空勤教官熟稔的飞行操作能力以及精准的时间掌控。记者综合报道。